刁村，老爷，夜深人静，你不在房中安息，窥视校园，却是为何？婢侍见老爷总在这内不遵朝万不思，昼夜不眠，故而在此祈祷苍天，但愿老爷不时失意，国泰民安。唉，国事尽现，岂能安宁？老爷平日与张文、张大人他们素有来往，我不请张大人前来商议。张大人他已经被你战死了。此举事关重大，非你辈可以知晓。弟子生逢乱世，怎能自查盲喷？唉，朝中纷争无疆，就无良机妙策，尔等贵重失色，须得度也。老爷，
吊座，你看这是什么？牛做的连冠。你可知这连冠之意么？莫非要我吟诗这连冠之机？是啊，东作于吕布，既好色之徒，我欲将你先配吕布，儿媳东作，理解他们父子之情，使他俩反目成仇，死相残杀。丢错，我已实施了吧？东作曹魏，迫在眉宇间，这混世江山，非你不可居也。弟子虽虽生死了，可是今不难当头。女，我也顾不得那些了。谢门，别遭灭门死罪。老爷放心，弟子实有所为，定是与乱箭之下。好，即使是你我全父女相称，以便更好应事。此次弟弟在上，随女儿一拜。
请老爷。禀老爷，吕温儿驾到。哦，来得好快呀！有请。是，有请。家里非常愿意盼望四才，奇怪奇怪，家园在拜宴是拜宴，怎么到此就要讨饶？若该举谁不曾提议，怕温儿效力，请。吕布这是相府一名将军，你乃朝廷重臣，承蒙结配，怎管长从？方今天下，别无英雄。非将军一人而已。下官不是尽将军的职位，尽的是将军的红尘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温儿，去他人去。啊，温儿。父老官尊此儿，他牺牲为。当得那吕官长，落花绿水，菩提诚心关顾，不轻看皆从为苍蝇傲，昆城且得。吕布花海客。
儿，起。禀老爷，太师才人前来相亲，谁有要事相商？知道了，下去。是。啊，文儿，下官送来的康宝金果，不知可否食用？哎呀！我倒把它放弃了。司徒大人，这金冠好极了，胜过我求人所带的。但不知这金冠是哪个良公所赐啊？哪里是什么良公，乃是我小女所赐啊！哦，想不到灵儿是此聪明能干呐！女公嘛，乃是小女的本分，她玩顺玉要求略通过。呀！是此多才多艺，我吕布实是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呐！可惜我吕布无此言福。实是文儿不信，待我唤他出来问过。是的吗？是的，你我乃通家之好，当算是的。是的的，是的的。菜外，请小姐出堂。是，请小姐出堂。文儿，请。莫非就是灵儿么？真是小女，儿啊，上面说的却是你平素金木的玉文儿，快拜见。我内在上奴家反复，不管得很呐！莫讲万里。老大人，小姐既算出得堂来，那与残了一旁之理哟。文儿在此，那与他的所为，只怕使不得吧？你我乃通家之好，当算是得的，是得的，是得的。哎呀，快谢过文儿。谢文小姐请。文儿请。我来请。太
还莫将奉敬小姐一杯，以谢至监管之情哦。哎呦啊你，正与此理，我儿还给小翁儿把盏才是啊！待奴家先敬温儿一杯，温儿请。不管得很呐、迎宾花影，一群才。万子女女下凡我在那8万军中心不同人反本受尽偏不开。哎呦儿你的剧都刻在衣襟上哎了。呀，莫放肆啊！待我为敬小弟一杯呀！温儿美丽与天涯香，我在闺中唱赞美，今生得见你温儿的面满面红晕两禀老爷，探视有才人来请老爷见取女子。知道了，下去。老爷，探视疾病在床。还不下去？啊，老大人，何事这般紧要啊？哦，是林正那里要我去上面击灭他是？大人太师召见，正与不去之理哟。哈哈哈哈哈！举城击败，哪有去罪之理呀、既遇要事，老大人你就快去吧。哈哈哈哈哈！也罢，让我求去。是。儿啊，你在这里陪温儿说说，为父少听偏来。哎，小姐才吃白饭，只怕死不得吧？是的，是的，你我乃通家之好，打算是的的，是的的，是的的。啊啊！哦，待我再来敬温儿一杯。哎呀，聚冷了，翠娃儿，快去暖居来。是。啊，儿啊，你在这里陪温儿多饮几杯。弟弟，怕什么？温儿又不是外人，你要知道，弟弟在朝中也是要娘长儿的，为父区区便来。此次弟弟你要快去，快来呀！哦，为父知道了，温儿请。大人请。老大人，你要快去，快来呀！
唐小姐是貌美，一子小姐为何名？小奴夫才好，刁算这个名字取得好美呀！弟子今年有几岁？啊18。弟子你可曾这学鸳鸯配？要问哎，你怎么问起这个来呀？凤凰嘛，玉玉红芳呐。奴家年月方切切，有外的是才身贵。天生丽质美小姐，月老早给千美来。你今日是贵中节，此金玉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君子好逑。空恰金的先生开，美女英雄终身托啊，一岁。英雄嘛，公马也说好绿金，18百无银去见配，父老关前转之后，一知我英雄两字空相配。我的梦，当今天下谁能敌？宽称英雄实无愧。
缘子缘，天生的血缘相随。小姐多梦小姐终身陪，我心中欢乐来描绘，大侠头上风头在，只望早日成家配。小姐，我将叫做我儿在作为媳妇，还望小姐收下。啊，小姐，你也该有个媳妇敬我啊！七个三关月连环，正与文儿要见面，但愿啊，空隙素水结同心。他只怕君心莫测，门牙花人会。我望生命有灵验，在梦还是永不悔。吕布杀为鸟帅语，沙场之上是关水。真是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吕布，我请你瓦当营去，与名小女出来陪我，你竟说……哦，莫非你醉了不成？我醉了，我是醉了。真的醉了，不能怪你，是我小女不好，替我唤她出来，当时这个小妾手。老大人当不得，当得的，当不得。哎呀，老大人并非临爱之事，是我最后失礼哟。哦，原来是此啊！啊，老大人临爱实是窈窕啊。看你模样，莫非与喜爱小女之意吗？好，既莫问儿喜爱，愿将小女她。你得怎样？许你为妻。此话当真？哎呀，我也没有喝这一句，当算是真的喽。此次有武大人在上，请随小婿大礼参拜。
啊，老大人，还不知具体定在何时？啊，节气嘛，今天13，就今天吧。哎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明天14，明天也好啊。 14是吉日，只是不宜。这何方呢？哎，即使你我内通家之好，这也万万使不得的。这几时才好啊？后天。后天是15， 15是单身，也不好。唉，好，16，大吉大利，去送小女姑父还魂。一听。小婿告辞，请。司徒免礼，谢太师。司徒降妖，清朝太傅，万方黑红。起过，请太师实习。啊，司徒，那是商台造业，可知少中有神议论？这上闻司通18人之后，图谋不轨，才予应得。此不法，老夫杀他，你是该与不该？穆君王叛上作乱，该杀！哈，该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杀是谁与张文一搏，心慌而已。我遂叫他师父掌声之庭。是，请太师实习。慢，今日之夜，因何而色？这，请太师平台足语。太师用笔。
太师，请。司徒，请。吩咐歌舞上来。是。姑母上来。太师，请。
错。刁钻！啊，好响亮的名字啊！是的，他今年几岁了？18岁了。哦，18岁！哈哈哈哈！老夫我怎么？他18岁，老夫我58。巧切了！疯子就是，真是个美人呐！啊，是的，我眼下都想起一些心事来了。不知太师有有心事啊？是土公，我多转朝刚好为芙蓉，富贵王家一般重，家喻经营得成山，恰不与江神相遇东。太师家里妻妾多，真美是用字说风骚风云，比不上四度府中顾及家。看不知太师见哪一个啊？就是那名唤刁钻女娇哟。刁钻嘛？是啊。小女刁钻能侍奉太师，祈福不迁，王允理当将他送到府上。什么？刁钻，那是你的灵哎！是啊。哎呀！是此作罢，是此作罢！太师，你似乎变卦了啊！刁钻，那是你的灵哎，老夫我岂可算之啊！启蒙太师见，愿将小女谢于太师，报得太师之恩呐。当真？当真？是此谢过师同。岳父大人。哎，你愿将小女许配老夫，不知灵儿意下是何啊？太师言之有理，待我唤他出来喷过。蔡官，请小姐出堂。是。太师少台，待我与小女言明之后，这一良辰将她送到府上便了。只要灵儿应允，今日便是良辰呐！小姐出堂。儿啊，快去拜见太师。拜见太师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儿啊，方才你谢过我，太师满心欢喜，要娶你媳妇，侍太师。是。儿啊，太师德高望重，为父已经应允了亲事，不知女儿意下是何啊？女儿婚姻，有弟弟主持小事。儿啊，我命蔡婉陪嫁同去，今日女婿在太师为夫。儿啊，你要小心伺候太师。
女儿知道。来呀！才背起相错，我与夫人同归府门。是。孩子为父，孩子为父，孩子谁我来？宋太师。请小姐诉账。三日前来到了虎穴龙江，家走前江欢笑，后山内上吊船我且团呐，富贵荣耀。寺庙前自过海，早知相讨。蔡官，你不用思爱，回去歇歇吧。是。荔枝红啊，映沙场，一有分内好勇猛，平时挑选才数账。不见镜中人灵样，说法经过一副将，四面从前恶团相照，平日吕布当此来。啊哈！故将
谁知莫听气不到，可怜我鲜花被那广东吹。问我怎么了？我还要问你。你父亲明明将你许我为妻，如今又将你送于太师。哎呀，王儿，你替我生。刁传，刁传。太我见你有必要绣花之貌，温柔体贴之情，老夫我十分欢喜。实后得了皇室江山，定将你封为东宫娘娘。多谢太师。宿舍非常早，不知宗主那里可有消息？啥是平安无事，老夫我也好早设登记。早算之后，待我少放一转，以便听得。什么？太师你要上早去？是啊。哎呀，太师，你还是不去的好。却是为何啊？太师呀，前且长得素小草，目见军中人应摇。对对军官伸胸膛，举止轻微脸嬉笑，歌唱快宽无好意。莫非是吕布那个小奴才？见他年轻貌精巧，黄花脸色七贤年，但他王位把心跳。太师
区区来哈，区区来。还有后事？这别无他事，别无他事，就退下吧。你在看什么？你在看什么？没有看什么。凤仙，你我三世父子，以后要来见我，还需通禀一声。这里是我爱姬的卧房，不能随便出入，知道吗？凤仙，都有何吩咐？你在东张西望些什么啊？少不念父子之情，今日定将你死谁？还不与我下去！他固有此意呀！太师，是真是假已分晓，非世间前来荒告，吕布当诈你不明，尽管将我来吊销，倘若太师吕妾身吊顺水手，免不了。哎呀，太师啊！太师这是老夫莫下争取用人，故而留他在我身边，待当大事成功，再将他调往别处，也就是了。哦，太师莫下争取用人，是此后退于他，可他却不念无知之情，大胆妄为。太师你又不愿加以惩治，快来见妾。是为伯做到的了，我在世上还有什么脸面？我还没脸面。也罢，请太师赐我千夫宝剑。舍不得。也罢。杀死他，再来
母亲手。你们才挂专心养我来吃，不知为了何事？为了何事？啊！唉，想不到你竟是个违心之人哦！刁说，我将你承与我的玉莲丸终日陪于身边，你们才挂专心养我来吃，我恨不得插翅飞来。正来我义务要我送他上朝，不正说理，是我称他不被关来远。小姐呀，小姐，你真是我不心呀！你是真心对我，也该使我苦衷，才是。提起苦衷，我好恨也。你我结呀缘，恰为我怪为臣妾心怪怨。眼前托转交房冲，塞门还是且望完。害得我终日为你苦相思，害得我情丝难断魂外转，害得我情丝难断魂外转。解谜
王城难高攀，缘之缘，英雄红粉接风乱，那一日眼前得见你温面，还是生能了所望。有谁知啊，无端风波平地起。美满姻缘须断，可怜我眼泪陪伴是情深，八十里见生死残，心不换。若见你不是难传情，若见你温儿是无机缘，后门之差隔天涯。总算与能夜望转。此横动作老偏颇，强把我的气钻。小姐，小姐呀，你对我一片深情永不忘，吕布岂是后心欢？但妾情丝割不断，美实在须求一缘。此生一遭世间恨，不宽与君早结伴，必有一事令我知道温黑呀，你莫为见且天上官。小姐莫使团长我残妾生来心放宽，茶不与你称上对，光为英雄非好还。小姐，快天说，这怕老子即刻去要退朝，我
要走了。什么？你才此离我而去？只怕老子未来长街多有不平。唉，我原以为你是个英雄，故而将我的终身托付于你，想不到你竟是个胆小失耻之人。就算是此这样惧怕老子，看来你我终有是无望的了。我今日再来看你。你既不能娶我，还是让我对视事情了嘛？小弟，你不能死，小弟，你不能死，还是让我去死了？我去死了！去死！刁钻，你不在我同在手中，恰因我在此风雨庭上，你休来管我！小奴才，小畜生！立天出鞘，水不远，叫你师父三尺棍！你强硬非礼，四郎拳，我满腔怒吼，胸中酸，胸中酸！出身不接。今日听要上律令，英雄何去刀光酸？你往哪里逃？你往哪？你为我这着梦想啊！他调戏我的爱情。哦，是真的吗？他的刁钻强硬非礼，是我亲眼所见。哼，杀不杀死他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原来是此，这是什么？岳父，你可记得昔日楚庄王结姻的故事吗？刁钻经验于此，而那吕布乃是岳父的心腹猛将。来日岳父入了龙庭，天下美女任意挑选，何苦为一刁钻负了江山？不是趁此机会对那吕布说好，将刁钻赐予他。那吕布定算关恩岳父啊！你且下去，用我再想想。是。我来访你，你因我与凤姐私通啊！哎呀，冤枉啊！讲，太师，刚才我生活来到花园，谁知他上前与我来纠缠，说我。放眼要出
么样？怎么样？太师啊，他雷暴前去，我心慌乱啊。刁钻，吕布既见爱于你，我须将你赐予他为妻。他少年英俊，你年轻美貌，你们真是天成一双啊！本此言是体痛三环，一阵阵伤心，一阵阵酸啊！情此期前生间伤，太师你怎把天下乱乱？你不怕世人来耻笑我随境起风，真心关，一骑随手夺深渊，也罢。不是王土隆中也命英俊，让我去师傅他太师啊美人，美人，你不必如此，老夫我心里就是了。太师，又将刁钻赐予吕布，莫非出于离世之意？这个，你啥听信他言，将刁钻赐予吕布？那太师，你的金面又置于何地？太师，你既不顾自己的金面，又永不得见亲，还不是让我去死了？还是让我去死了？舍不得啊，美人！岳父大人，方才之言不必再提，只要我不是吕布之才，也就是了。这个岳父，你不能听信无人之言，把所得江山毁于一旦啊！自亏！你怎么不把你的妻子去送给吕布啊？啊，我是你的女婿呀！呀！岳父大人，别提，话被我下去。是。多谢太师怜爱。刁钻，免得吕布再来纠缠不清。明日且与我同去内务小事。多谢太师，喜聚传，伤悲于世，于世我。
床位迫在眉间，老子此去眉屋，定做内中于长。那眉屋冰晶两重，进而能钻，退而能顺，非烈手能取也。何不趁老子在眉屋之际长天追本？朝中都是老子心腹，岂能当朝尽诛？何况先帝于是老子所练，追本何用啊？乃以司徒大人之见你，若知天下公正，还得见吕布之手。吕布怎为老子反目？我已派人前去请他过来议事，引他上钩。吕王回王儿请。大人，今日唤吕布前来，不知有何要事？啊，文儿，许久未曾与你相见，今日特请你来喝茶。大人客气了，大人唤我前来，恐怕不只是想请我喝茶吧？文儿，我与一时不明。太师登基在望，却为我特双庄王眉屋去了。我想你与太师乃是父子，故而请教于你，不知太师这是何意呀？我怎么知道？文儿，前无之见，你可曾与我女儿见过面了？他生那日相会同一定，两人须经6日后，巧被老子来看见，他不知羞耻反惊愕，骂我畜生还不够，竟把剑之间下毒手。身为太师不知耻，负那之躯不觉虚。下官上前官场退，害得你英勇名声于世称。为啥生厌？妻子陪转实宽许，乱枪怒火算心老车之下无情剑，不知情房一里沟。哎呀，文儿，不可，不可啊！怎么不可？你与他三非是知情过从，谁明明也只为除他全门，谁说是转气盆难用成万年汤，宽待你情深意厚。他心东，我心里，他不敬我不义，是今父子不是去。
吕布杀人美物，擒拿老贼。啊，文儿，你虽与一生妇女，但须知那美物内与十番雄兵把守，切出高墙，戒备森严，易虽难过。你可要三思啊！这乃是我吕布也。文儿，下官年是非父之王，他人请讲。文儿，向东庄那老贼腋下去棍强壮而行，实是来生登基做了皇帝呀！又不知天下间有多少女子要像小女一样被他夺去，又有多少男子要像温儿你一样惠恩终生啊！这好闹神也。我们思今天下之后，皆痛恨老贼，使我们能反改一计，使皇上辞去老贼。既能他为小女，又能立功于社稷，你看是何啊？既如此，吕布听从他人调遣，便是好，请。此经是该做茶水呀。老贼身具美物，必须先引筹策动。这是何引他？我已有联络朝中众位大臣，控制温儿一笔之力。啥能投为妻？我听报有无大恩他的。我查以心腹之身，取到美物，假装圣旨，将老贼撇到城外，温儿即可赴死，妻儿杀之。这是派后人解去，方能引得老者为曹。李肃，李肃曾推荐于老贼，就为父子，派他前去，假装圣旨，老贼定算不为胜意，他是必能成功。好，即使是吕王儿听令，才你要召集营士，不得有小心了。是。早来
江城民间家言笑，慎重为的八国宝，闺中岁月是流水，吊船真空垂老。见着转转他没结果，不催他去上早，先迎老这场去。十金龟在把吕布吊，再把吕布吊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丢船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丢船！太师，你起来了，睡得可好啊？好，好！刁钻，我方才得了一个好梦，梦见巨龙早生。太师梦见巨龙早生，定是喜事来了。哦看来大事是指着可成了。太师，你总是陪我身居美府，朝政都不理了么？这恐帮人背后耻笑。在国抗业。少廷，我早已安顿好，这是奉谢这个小畜生，是我手下的一员莽将，杀是百姓于事不理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不过以前去看来，太师你还是早日为朝立正才好。此话怎讲？太师，你若身在朝中，一则可安群臣民心，二则可观察动静，监记营事，以便早晨对念。美人说得于理。美人啊，你真是我的眼儿子啊！岳父大人，圣旨下，圣旨天子下诏，见之。拜见太师。有后君之。诏曰：朕身官重戒，不可临朝理政。太师这张草纲于位，并旨在今于公。愿为文武与未央殿，传位于太师，特下此诏，接旨。令之。岳父大人，今日特传小王诏，莫非其中有蹊跷？天子龙体已痊愈，怎为不断定来诏？从来何福不有神，生死安危难预料。满朝文武争隐瞒，半朝天下是臣笑。太师，颁诏一笔，我要复旨去了，告辞。请。
岳父大人，眼下正是紧要关头，是余人假传圣旨，这一失足，我等岂不前功尽弃？眼下不能与神我损失，故而不得不渡江地旁。你真是寄人于天。什么？我说你呀，真是寄人于天。天子下诏，真为于家。太师，是真是假？只需看一看诏书上面，和谁不就明白了？对。哈哈哈！玉帝，玉帝，谁管是此大胆，是给虐心？虐心虽传不假，这是太师不在朝中，天子与我平不起。这虐心在谁的手里？要不万须三思啊！朝中不是有太师的幸福之人吗？对。太师。以前去看来，你面是明水早登城才是。要不不可，千万不可因美色无事啊！要不你是此听信无人之言，则恐大逆必成，无济是生啊！李师，要不，见妻如今机场，身为巧苦处难熬。方吹太师去上朝，只为李氏断思想。许不差托美色，传送子虚才当朝。3000余家来腾兵，尽须江山一担抛。可道你到市民里拼得高，原之是小人自被谁剪掉？我有水故来雨，报之一笑放追草。小人之心多君子，竹篮与竹菊望挑挑。身子气不头，拼起王都似尘嚣。太师，你是此听信李氏言，吊帅我一片忠心，王都郎。不美何自乱人心，恨不得将你生恨哟。哎呀，太师，太师，有不注意我死哈哈哈哈哈！后事何须多你来？肩膀起托把事去，老夫梦中早已有今朝。登基也就在明早。美人啊，明日一早与我一同进京。有不大人，太师。美人，随我来。美人，快来呀！
李都尉，请。请。只是柯震准备求绪，雄兵列阵，一切召集应时。好，报！太师一众美物交着启程，这屯是。史大人，动作一到，即可宣得诏事。文儿，可命手下分兵包围内务，查抄老子进家事。报！太师已到城外，屯是。老子一到，我等才知供应便了。文儿，请。太师驾到，即将得令。太师驾到，太师驾到。
有不他生，有不须别较真，要报恩中同刀兵。尔等因我把戒备，陪前朝为报你，唐山余生官为子，龙泉三场不能轻。开始登基，何须佩剑，生子下决子。乱臣动作啊！且弄威权，仅更需以谄媚地位，整心难忘。为此，下诏讨伐老臣，虽是叛团。啊！大胆！你尽管哄骗杀鸡老夫啊！老臣来人呐，举家！无价来人呐，无价举家！不嫁。啊！我儿奉献哪里呀？奉献我儿，奉献我儿奉献来也。奉献，奉动献作，老臣，你不该上欺天子，下压群臣，专弄权柄，灭杀百姓，谋造篡位，颠覆皇上，以致四海纷乱，民怨沸腾。今日里恶官谋逆，人生监狱，12子女亲儿子的丑儿子尽，3